如果要用一個詞語去形容 NAMS 嘅話，我會揀融合呢兩個字，透過融合創新、腦神經科技同埋心理學嘅方法，帶來到心理治療同埋兒童發展嘅新變革。心路歷程其實咧係一間咧由照顧兒童心理健康啦、發展腦部潛能、歷奇成長同埋情緒管理，而 NAMS 咧就係本着呢個使命咧研發出嚟嘅系統，旨在咧降低心理治療嘅成本啦，縮短咧診斷嘅時間，盡快咧可以幫助小朋友咧喺呢個黃金嘅時期裏面咧去得到呢個嘅治療效果。呢一套系統咧，其實係由我哋香港自行開發嘅硬件系統啦，利用電腦去做呢一個嘅腦電波測量嘅技術，去偵測我哋腦電波嘅電流強度。咁啊，人工智能咧而家越嚟越普及啦。咁其實喺我哋 NAMS 嘅系統裏面咧，佢可以幫助到我哋去加快評估嘅速度啦，亦都可以提供到咧我哋嘅系統準確性嘅，從而咧我哋可以提供到俾我哋嘅服務對象咧有一個個人化嘅評估。我哋團隊專業同埋多樣性，其實包含咗好多唔同嘅腦神經心理學博士啦、心理學家，運用咗呢啲腦神經心理學同埋臨床心理學嘅知識咧，去發展我哋嘅治療方案嘅。咁其實我哋嘅項目咧就由2022年開始，咁啊都歷時咗數年。以往咧就收集到好多嘅數據啦，咁當時咧都未有一啲好長遠嘅計劃，但係咧喺所有嘅合作伙伴嘅支持同埋努力底下咧，我哋走過咗一段咧致力優化服務嘅心路歷程而獲獎嘅。我都好多謝各位啦，亦都陪伴住心路歷程呢個機構咧去不斷咁樣嘅發展嘅。今次咧得獎咧，我都好多謝咧各位團隊嘅成員嘅付出啦，亦都好因為咧大家嘅持續不斷嘅努力。未來咧，我哋都希望咧繼續去優化我哋嘅服務，去幫更多嘅小朋友去提升佢哋嘅康復效果嘅。